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3月8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8篇，以西结书第36章22节到32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第1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无搁再犯罪。常常听到人讲，人袂当甲别人来论断，因为耶稣嘛无定迄个犯奸淫的妇女的罪。因所引用的经文是今仔日咱所读新约约翰福音第8章第1节到11节。咱暂时先无咧来论约翰福音经文的意义。咱先来讲罪。照着以色列人的概念，就是圣经的概念，所谓的罪，就是若准你的人生目标，亲像一支剑安尼来偏离，安尼就是犯罪。人生若无将焦点放伫上帝，就是得罪上帝。也因为安尼，认罪是一个蒙恩得福基督徒所应当爱做的事。怎样搁摕圣经来咧讲无爱来认罪，还是讲拒绝这个人对罪的提醒呢？约翰一书第1章第8节到第10节的经文，约翰安尼甲咱讲：如果咱讲家己无罪，就是欺骗家己，真理就甲咱无有关系。如果咱向上帝来认罪，伊是信实公义的，伊要赦免咱的罪，洗净咱所犯的各种的过错。如果咱讲家己无有过错，咱等于将上帝当作讲白贼的，伊的道就甲咱无有关系。因为安尼，咱对伫罪的看法，基督徒必须爱非常的细致，也必须爱非常的谦卑，就亲像大卫一样。伫诗篇51篇16节到17节，大卫悔罪的诗，伊安尼讲着：你无介意争生，若无我就来献；你也无爱烧化祭。上帝啊，我所献的祭是忧伤痛悔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决断无拒绝。以西结书的经文提到着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：上帝为着人所做的事，并毋是为着人，是为着家己的性命。圣经讲，所以你都爱甲以色列人讲，我至高的上帝安尼讲：以色列人啊，我要做的事，毋是为着恁，乃是为着家己的性命。就是恁伫逐国，互伊得到见笑受侮辱的命。恁捌伫列国，互我的名受侮辱。我要伫因的中间证实我的名是圣的，安尼因就知影我是上主。我至高的上帝安尼宣布我要对逐国、逐所在将恁调集转来，带恁到故乡。我要用清气的水赢伫恁身躯，洗掉恁一切有污秽，除掉恁所有的恶相。先知以西结安尼讲：上帝为着家己的性命，是因为要伫万邦的中间来见证家己的名是圣的。安尼概念不但是出现伫旧约，也是新约耶稣基督的教导内底。
伫主导文中间也出现，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。上帝为着家己的名，嘛符合着大笔的诗篇23篇第3节。咱若看和合本的翻译，伊是安尼写着：伊互我的灵魂精英，为着家己的名，引带我行义的路。所以，伫遮来看行义的路，就必须爱回头来向上帝，并且爱跟对着上帝的指示来向头前行。亲像亚伯拉罕受上帝的呼召，也亲像耶稣基督呼召使徒来跟对伊同款。以赛亚书30章19节到21节的经文嘛，安尼甲咱提醒。圣经讲，耶路撒冷的人民啊，毋通伫遐低靠。上帝是慈爱的，恁向伊来求援，伊就应答。主要互恁来忍受妖恶，但是伊犹原伫一边来教示你。恁毋免去管找着恁的老师，假使恁伫路上踌躇，是要偏倒边还是偏正边，恁就会听到背后有声音对恁讲：这是正路，对遮来行去吧。会当回转行伫上帝的道路的人，就要得到上帝所赏赐的新生命。就亲像咱昨所讲，进入伫新天新地，因为咱有新的心，有新的灵。圣经讲，我要赏赐恁一个新的心、新的灵，我要替恁换心，亲像将石头同款钉的心来除掉，换一粒有血有肉、肯服从的心。我要将我的灵来赐福恁，互恁会通遵行我的法律，服从我的诫命。安尼恁就会通踮伫我所赏赐互恁祖先的迄块土地。恁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恁的上帝。我要叫恁脱离一切互恁误会的物件。我要互恁的五谷丰收，无搁再有饥荒。我要互恁的果子丛结实满满，田园增加产量。恁就袂话搁再因为饥荒受到列国的侮辱。恁会想到家己邪恶的行为甲所犯的过错，并且因为家己的罪过来怨恨家己。以色列人啊，我至高的上帝爱恁知，我做这的一切，毋是为着恁。恁所要为着恁家己所做的代志，爱感觉见笑。当来到咱头前所讨论的约翰福音第8章的记载，是啦，耶稣基督无有定这位犯奸淫妇人人的罪，但这无表示伊无罪。耶稣基督既然无定这位妇人人的罪，也就是讲，伊是有罪之身，但是却无去互人判刑。既然耶稣基督用赦免来对待伊，就表示伊是有罪。另外，咱也要看到基督佮对讲，耶稣讲：好，我嘛无定你的罪，去吧，毋通佮犯罪。毋通佮犯罪有几个无共款正面的意义，就是咱讲头前所讲的第一个，就是这个妇人人确实是有罪。第二个，耶稣基督爱伊家己去面对家己的罪。当然，伊上时嘛要求遐掠做家己做义人的证人，都爱面对家己的罪。
第三，耶稣是甲讲，你毋通搁再犯罪，就是咱所讲的俗语话，毋通有第二届的犯错，必须要离开罪，是咱基督徒会通领受新的心、新的灵，会通进入伫新天新地是上重要的一个基础甲要求。诗篇128篇，敬畏上帝的人真有福气，遵行伊道路的人真有福气。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，事事顺利，真正幸福。你会无伫厝内，亲像熬结果子的葡萄树。你的囝儿为着你会倒，亲像橄榄栽。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。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你。愿一生会看到耶路撒冷繁荣，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，愿以色列国泰民安。感谢上帝赏赐赦免的恩典，互阮无因为家己的软弱得罪上帝，离开上帝来受到处罚，会通因为诚心实意将家己摆列来得到恩典。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